大家来参加绑架生活节。接下来要有请大家往后退到那个贵宾席的位置，我们要进行我们最后一个表演，就是太帮郎的年龄阶层。我知道在所有的表演的音乐上，一定都会是阿豹为最后，可是绑架生活节，我们开始是由绑架开始，最后还是由绑架来做结束。如果今天要提早离开的朋友们，记得请把所有的垃圾都带离开，因为这里是动物的天地，这里是动物廊道、生态廊道，我们不能留下任何的垃圾。感谢大家，现在就欢迎我们的太帮郎的年龄阶层，然后有请在我们外围的这个车道车子开始移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的太帮郎的年龄阶层，欢迎大家加入。我们在这一次的太帮郎的这个唱的古调呢，会让大家开始带领撒格勒，这是1年1度的感恩的祭典。第2首会跟大家叫做托圣凡俗，就离开以离线的时候会唱的萨帕多罗恩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会唱主灵，这个主灵是希望跟天上的主灵能够告诉主灵说啊，我们在这里 ，Sakidoas。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唱第4首歌是酿酒，酿酒是在每一个部落都会做的酿酒，那希望让大家能够来跟大家来分享。那绑架呢也是会分享的，第5首我们就来唱分享。绑架会用分猪肉的方式，其中就会唱古调。绑架是一个记录团结的一个族群，所以我们也会唱第6首歌。那也是希望透过舞蹈，透过唱歌，让我们更团结。第7首歌是感恩酒，每一年以离性的最后，我们会有法利木，法利木就是每一年的感恩酒的时间，我们会倒酒给我们老人家以及老公的家人，谢谢大家的辛劳。最后我们会献上的难得会听到的太帮郎之歌，太帮郎之歌，有很多人唱过，陈建也唱过，法奈也唱过，很多人都唱过。这是80多岁的林正志 Vagi 所编的歌曲，所以现在就有请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太帮郎的年龄阶层。有啊，好耶呀，嘿呀，哈嘿呀，好喂哈嗨，好喂哈嗨，好喂哈嗨。有啊，好耶呀，嘿呀，哈嘿呀，好喂哈嗨，好喂哈嗨，好喂哈嗨。
分闪电跳。
Hey,